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ura Connection， 我係 Anna。今日想同大家試下貴州菜，店家叫做貴柱酸湯牛肉火鍋。如果大家想去，可以從福田口岸出發，乘搭4號線坐4個站到少年宮站，再轉乘3號線，坐7個站到翠竹站落車。又或者從羅湖出發，乘搭1號線，坐2個站到老街站，然後再乘搭3號線，坐多2個站就可以到翠竹站落車。出閘之後，見到 B 出口嘅指示走，離開地面之後，往前行，沿住馬路邊行走，大概行3-4分鐘左右，就到斑馬線。右前方嘅商場就係羅湖益田假日廣場。由於我哋去攞起茶飲，所以從另一個入口入去。呢個商場都好多嘢買，大部分嘅家電、連鎖店都有。貴柱酸湯牛肉火鍋喺商場嘅2樓，我哋乘搭電梯上去。今日係星期一，應該比較少人。前面嗰家人應該同我哋一樣，都係去貴柱食。今次係我哋第2次嚟呢度食，食物質素都幾好，所以介紹俾大家。佢哋職員都會穿着貴州民族特色嘅衫去招呼客人。佢哋門面都幾大，又有特色，最欣賞佢哋會用貴州建築嘅風格融入喺裝修裏面。雖然係平日，但係都見到好多人喺度食。我哋揀咗最入嘅位坐，望返出去可以見到貴柱都好大。如果大家想去，可以喺大眾點評度打貴柱酸湯牛肉火鍋。呢度係深圳首店嚟，評分都有4.8分。我哋嗌咗招牌雙人套餐，湯底揀咗貴柱秘製紅酸湯底。呢個餐有鮮切牛肉、貴州苗家黑豆花、苗家米皮，仲有野菜糍粑。蔬菜、水果都可以喺出面自己夾。未有火鍋之前，俾大家睇下佢個蔬菜自助吧。有菠菜、折耳根、絲絲菜、小白菜、血皮菜、萵筍苗等等，啲嘢食都齊，俾大家睇睇。可以見到苗家豆皮、鮮切牛肉。筲箕裏邊就係苗家黑豆花。紅色嗰啲就係紅酸湯火鍋底。等我哋先碌下啲菜食先。紫色嗰啲菜就係血皮菜，佢有鐵質同埋花青素，可以幫助補血、消腫都得。貴州嘅天氣濕，可以種到唔同款嘅菜。
所以食貴州菜可以見到平時我哋打邊爐見唔到嗰啲菜。等我哋放晒落去先。上次嚟食個套餐有甜品黑豆花，今次就變咗野菜糍粑。等我隔離試下。我哋睇到糍粑出面炸到金黃色，點下糖漿。野菜糍粑係將野菜加埋糯米粉，再經過蒸炸而成。食落去嘅口感有野菜的清香，仲有糍粑嘅煙煙韌韌，加埋外面嘅脆卜卜，真係好好味。跟住我哋試苗加米皮，就咁睇就好似粗咗嘅河粉，配以辣椒油、香蔥同埋花生。等我哋將佢撈起先，撈起，風生水起。作為涼拌，應該幾好味，佢就好似雞絲粉鼻咁，佢都幾有韌性同埋咬口，可以直接食。跟住我哋試苗加黑豆腐，喺大陸通常叫豆花，大部分火鍋都會有佢。夾起嚟都唔易碎，可以睇到外觀都算完整。淥一淥，放喺火鍋邊，火鍋啲蒸汽繼續加熱。食咗啲炸豆泡先，呢啲都可以出面攞。有啲浸得太耐，比較腍，好易碎。依舊都夾得起，俾大家睇下。貴廚仲整咗一張撐煮嘅時間表，等我哋可以睇到邊款肉要烚幾耐。今次我哋叫嘅鮮牛肉要烚9秒。先放鮮牛肉喺個網上，等淥牛肉嗰陣唔會走開。熟咗之後，又可以放埋一邊，等我哋可以容易隔離食。用筷子轉一轉，轉夠9秒就食得。可以睇到啲牛肉由紅色變熟。我哋通常淥熟之後，會晾起火鍋邊，等佢唔會變鞋。我哋可以睇到啲鮮牛肉仲黐喺塊板上面，90度垂起都唔跌落嚟。係時候食夠鮮牛肉，點埋啲豉油、辣椒、香蔥、香菜同埋蒜蓉食，點晒落去，應該幾好食。如果我再加呢就好啦。行出去俾大家睇，真係好多菜，可以自己揀。
最後我哋揀咗西瓜食。如果你哋多人，有啲包廂位都幾靚，好似真係去咗貴州。依間係深圳酒店內，值得推介俾大家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分享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們嘅 YouTube channel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。